咱的记者伫台南圣母庙的报道，继续来讲，今仔日是5·1劳动节的补假日。劳动朋友为今仔日开始限3天的连假。今仔日连假的头一天是真好天哦，一直到后礼拜二拢是这款的好天气。后礼拜三有一波的方面会到位，到时阵这个北部的气温会小可落降，但是影响嘛只有1天尔。啊，到底这个黄霜雨季什么时阵会来呢？气象局讲，就要等到5月中下旬到这个6月这个期间才有机会。日头早就出日头，劳动节连续假期，全台拢有好天气。那降雨的部分非常少，只有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。那另外的话，在西半部山区午后的部分呢，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。那礼拜天到下礼拜二，不过对于东半部地区来讲，云量会增多，那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雨。西半部地区在下礼拜二之前呢，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。这礼拜5到后礼拜2，北部温度28到30度，东部地区26到30度，南部地区可能会有30度以上。拜三会有一波方面有可能会落雨，北部温度会降2到3度。水库欠水真严重，敢有法度解除空花，恐惊要等5月底有梅雨季，才有可能会落真济雨。可是，在台湾呢，我们知道。过去的反声音的影响呢，到目前呢，虽然说逐渐的减弱，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比较干的范围会影响到台湾，所以我们估计在5月呢，我们的降雨部分的话，还是以正常到偏少为主哦。那在6月、7月呢，6月我们估计呢，从降雨的讯号来看呢，并没有偏干的讯号，是属于正常的情况。希望天公伯落雨，解除空花，爱搁等。现阶段民众嘛是爱较省水嘞，珍惜水资源。